咱三个来祈祷。天父听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上帝你的祝福，通互阮已经进入到伫9月份，嘛通伫第一个主日做伙来敬拜上帝。阮伫今仔日的第一场礼拜要来举行正该启程的感恩礼拜，要来祝福遮的小朋友甲青少年，因要进入到伫人生的下一个阶段，新的开始的时，愿恳求主，你来教因三个弟弟。阮嘛将遮的青年、遮的小朋友摆咧伫主你的手中，会当通过教会的关怀，嘛帮助因会当更加明白，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因为上帝，阮伫今仔日上时嘛要为着老师和学生伫新的学期的开学来祈祷。愿恳求主施恩赐福，互遮的老师甲学生，无论伫什么款的学校教册，或者是伫什么款的学校咧学习，拢求主你引带带领遮的老师学生得到上帝你的看顾。因为上帝，阮将今仔日的礼拜摆咧伫主你的手中，愿上帝你的圣神运行伫阮的中间，拍开阮的心，将主你的话语放伫阮的心中，来成做阮的帮助。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阿门。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咱伫今仔日要通过箴言甲提摩太后书的经文，伫第一场的礼拜来举行正该启程的感恩礼拜，要来祝福遮的小朋友，嘛要祝福遮的青少年，会当伫新的开始的中间，拢得到上帝的祝福。我想伫今仔日的礼拜中，咱一个真要紧的事，就是要邀请咱倒来到伫信仰的中间来思考。当每一个人伫人生拢有无共款的阶段，特别咱看见到遮的囡仔，对幼儿园进入到伫国民学校，对国民学校要进入到伫初中的时阵，伫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因为拢有主的同在，会当因为安尼来得到智慧。换一句话讲，那如果无上帝，咱还有可能伫成长的过程中来得到稳定甲祝福。所以我要邀请咱做伙通过伫今仔日两位的圣经，做伙来分享，做伙来勉励。咱还未开始分享的大声，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今仔日的金句记载伫箴言第1章第7节。箴言第1章第7节，咱做伙来读台语的部分，连续来读2遍。3来，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根本。再来一遍，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根本。感谢主。拄则咱的书会所带咱共读的2段的圣经节，一节伫旧约，一节伫新约。咱大先来看伫旧约的箴言22章的第6节。箴言22章第6节，台语汉字本写讲：教养囡仔要用合宜的法，就医到老也无歪错。华语的圣经讲：教导儿童走正路，他自幼到老，终身不忘。这段圣经节，咱也倒来到伫圣经的原文，会发现到讲，原来所谓合宜的法，或者是拄则咱所看华语的圣经讲走正路，这拢是咧甲咱指出讲，这是一个有关道德行为和品格的关系，嘛是咧反映讲教导的内容要有好的意义。伫犹太人的观念内底，因一直认为讲教育是上帝的命令。那假使讲人只有生囝，却无扮演教导的角色的时阵，
那安尼即款的士大人是失职的士大人。所以伫咱咧看犹太人的教育中间，咱就会当看见着讲，伫犹太人的社会内底，因来掠教育做中心，进一步来教导囡仔会当听上帝的话，来遵行上帝的律法。所以换一句话讲，教育是将囡仔的一世人来连接伫上帝。所以伫犹太人的家庭内底，父母就爱正做教育的一个根本，通过安尼来引带囡仔伫日常生活的中间来经历上帝。所以伫最近有机会咧读这本册，叫做《犹太人的亲子教育》这本册。这本册不只有意思，因为这本册拢是咧谈论讲犹太人的社会中间，要怎样来去伫家庭的内底有品格的教育，或者是宗教的教育。伫犹太人的教育中间，因有5个观念，伫今仔日个礼拜中，牧师嘛甲大家做伙来分享。第一个观念，因认为讲，伫家庭的内底，每一天都通爱照律法来所指示的去生活，因为通过安尼，会当互囡仔来去学习伫日常生活中间有上帝的律法，会当来熟悉。第二，会当伫每一个安息日，对咱来讲嘛是主日，会当伫即中间来甲囡仔分享圣经，通过安息日来成做这个囡仔生命中的一部分。第三，伫每礼拜带囡仔到伫会堂来祈祷，或者是做礼拜，通过安尼，互因明白伫因的生活中间，因甲教会是有关系。接说，咱看见着犹太人的教育观念中间，因真严守伫宗教的节期，因为会当伫每一个节期的内底，通互因认同因家己的身份，嘛通来明白民族历史的关系甲根本。最后一个，就是当遮的囡仔咧问讲，为什么爱带我去会堂？为什么带我爱读圣经？为什么带我爱来遵守遮宗教节期的时阵，士大人爱回答甲因教导讲，咱爱记得咱是犹太人，这是上帝所吩咐的，因为咱的祖先嘛是安尼咧教导。所以咱会当看见就讲，犹太人的教育非常的严格。嘛，通过安尼来，互咱知影讲，伫犹太人的成功，毋是无原因，是因为因会当持守伫信仰的中间来成做因的帮助。所以也因为安尼，伫最近有一篇文章来去讨论，到底咱伫教育的这个内容内底，究竟是成就较要紧，还是道德较要紧？伫咱的社会中间，咱拢掠成就来成做是一个真要紧的建筑。因为人若有成就，代表讲人已经爬起哩到伫社会的这个阶层内底，嘛代表讲咱是有身份甲地位。确实，这篇文章伊咧讨论讲，道德确实会当带互人对内心来有尊重。所以这篇文章伊来举一个例，嘛伫今仔日的中间来甲大家做伙来思考。伊讲，伫美国的好莱坞，60岁的这个老演员真好惹，但是开钱来去娶一个30岁的某，来成做家庭的建立。听起来那亲像是真幸福美满。总是咱若假设一个60岁的查甫人娶30岁的某，20年后60岁就变几岁？80。30岁就变几岁？50。假使讲80岁甲50岁之间，其中一个若先过身的时阵，那安尼教育的责任，什么人要来担？所以这篇文章伊转来到伫圣经
宗教的思考来想的时阵，伊咧问一个问题，伊咧问讲，一个60岁的好野人，也是讲老演员来带30岁的少年某，安尼到底敢有合理、道德、品格的重点？这篇文章嘛，尝试来提出讲，当企业赚大钱的时阵，得到真好的名声，却是将污染来留予后世的子孙，安尼敢有合理、道德、品格内底？所以这个问题，拢互咱重新去思考，伫社会的价值观真重视人的成就，却无注意到人是毋是有合理、道德的操守。所以咱看最近的新闻，这2天尔，咱通看见着讲，人会当为着赚大钱，来伫社会顶面表现了不只要有成就，却是伊不管整个国家社会的安全甲健康。咱看见着最近这2天的新闻，互咱真惊吓，因为有人既然为着要赚大钱，会当摕到国家资源来制造无合格的罪案。所以这个事拢互咱重新来去深深思考教育的重要，因为这是一世人的观念和信念。所以若从今仔日箴言22章的第6节来刷落来看提摩太后书3章14节到15节的经文，咱看见着保罗来提醒伊的学生提摩太，来甲伊提醒讲就爱若是你着常常带伫所学习、所亲信这的事，因为知是对什么人学的。15节，也知你对细汉已经捌这的圣册，就是为互你有智慧，对信基督耶稣来得到救。我想保罗咧提醒提摩太，这款真要紧伫生活内底爱甲信仰有关联。伫今仔日提摩太后书3章14节到15节的经文中，才甲咱讲起着圣册，这代表讲保罗咧提醒提摩太，你爱常常读圣经。我想圣经咱若拢有咧看册，拢知影讲圣经的希伯来文叫做托拉。托拉的意思就是有教导、有教示、有指示的意思。特别伫犹太人的社会，父母就那亲像老师，爱教导囡仔捌字，教导囡仔来读圣经，进一步来明白和了解上帝的话语甲上帝的命令。对着提摩太来讲，这款的生活是伊真熟悉的生活，因为伊的妈妈甲伊的外妈拢是真优秀的犹太人。所以提摩太伊真清楚这款优秀的宗教教育会当通过安尼来成做伊伫牧会和宣教真好的基础。所以咱甲看起着这2节圣经节来斗做伙来看的时阵，咱会当发现着讲宗教甲教育的关联，因为宗教甲教育的关联是要来甲咱指出讲，咱爱信仰咱的上帝。因为上帝的话、上帝的命令，要来成做咱的思想。所以无论主日学，无论是基督教的学校，拢是要照着信仰进入到伫生活，会当互咱的教育引带咱的囡仔来得到真理。因为伫教育的中间，咱认捌上帝的时，咱嘛会当去知影讲，咱的上帝是一个奇邪的上帝。各位兄弟姊妹，伫今仔日的圣经节内底，其实嘛是咧甲咱提醒，当咱有信仰伫咱的生活来成做咱的指示教导的时阵，嘛是咧提醒咱的心灵爱因为咱的信仰来得到帮助。伫基督教病院的前院长，嘛是咱真熟悉的小兰医生。
伊来讲出讲，当时伊安尼咧看台湾的社会内底，台湾人有75%的病啊，拢甲心灵的无健康有关系。所以宗教教育有要紧无？真要紧。宗教教育会当帮助咱的细囝，帮助咱的兄弟姊妹，会当培养敬虔宗教的心，会当帮助咱敬畏上帝，伫这其中来得到智慧的开端。因为咱若通过宗教教育，会当互咱的囡仔，包括咱家己本身知影，当咱拄着挫折的时，咱袂失望；当咱拄着苦难的时阵，咱袂绝望。我想伫今仔日，咱伫第一场的礼拜来举行正解甲启定的感恩礼拜。这几年来，真欢喜会当看见着咱的教会来关心遮的小朋友甲青少年的长大，嘛通互咱会当通过信仰来成做因的教导，因的人生嘛因为耶稣基督来得到祝福。我想对遮的囡仔来讲，对幼儿园进入到伫国民学校，对国民学校进入到伫初中的时阵，伫因的长大的过程内底，无论拄着啥物款的境遇，有主的同在来成做因的帮助甲祝福。所以最后，我要用一个故事来做今仔日信息的结束。这个故事不只有意思，嘛，成做阮做传教者一个真激励的一个提醒。这个故事伊来提起着这个宣教师叫做巴克利。巴克利牧师，伊伫1865年的时阵，大概伊16岁。伊16岁的时阵，伊就家己来写一篇献心文。伊来讲，伊甘愿献互上帝。这篇献心文对16岁开始，到伫伊86岁煞世间的劳苦，逐年拢伫这篇献心文的中间来签名。所以这篇献心文到后来去互发现到的时阵，顶面有70个签名。无论是伊做青年的时阵，或者是伊娶某甲伊的太太牧师娘，伫这篇献心文顶面的签名，包括牧师娘过身了后，伊家己过生活每一年的生日，伊伫这中间来签名，伊拢提醒伊家己伫伊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伫伊人生的每一年来反省检讨伊甲上帝立志的精神。各位兄弟姊妹，伊今仔日咱讲领受一生的真理，无论是巴克利牧师，或者是提摩太，或者是伫箴言，遮拢咧甲咱提醒，宗教教育对咱的要紧甲帮助，特别伫咱人生的每一个阶段的时阵，咱的确会当看见着主的同在，一直无离开咱。愿主来成做咱的帮助甲祝福。就那亲像咱的圣诗402首所讲，恳求主引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恳求你甲我大个保护，教示我言行谦卑细正，赞我逐日遵守你诫命，互我伫黑暗中做光灯。对找引带失迷的人，这是我人生迫切愿望。愿主赐福带领，互咱伫等下咱遮的小朋友、遮的青年，拢得到上帝的疼痛，嘛，互咱的每一个兄弟姊妹，会当伫上帝的保守中间，来认捌着行伫合宜的法中间，会当得到大大的快乐。咱做伙来祈祷。天父听阮的上帝，阮感谢你。当阮会当伫上帝你的带领中间来得到上帝的祝福的时，
阮确信主你的疼要来成做阮的扶持，嘛要带领遮的小朋友、遮的青少年，伫因人生要来得到上帝你的保守的时阵，嘛会当互因伫每一个阶段，拢通看见着主的同在，来成做因刚强壮大的气力。当阮将遮的小朋友、青少年摆咧伫主你的手中，通过遮的信息来激励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平平拢得到上帝的帮助。阮将今仔日所领受的献上阮的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阿门。